咱今日的经文来到以弗所灵书、以弗所书第2章，好，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好。然后通常以弗所书2章8节，吼，是最重要的一个经句，基督徒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金句，吼，在讲到因信称义的代志，吼。所以2章8节常常叫用单独揪出来讲，吼。啊，毋过来，咱要来看的是第1节到第10节，吼，第1节到第10节，较大的面向啊来看这段经文，吼。今日的题目叫做“当坐伫天里”，吼。你若看到安尼，你会想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啊，这个时态上，这是会发生伫什么时阵的代志？啊，同坐在天上，当时死掉哈，所以以后我们会同坐在天上，会不会？还是我在下面看你们，我在地狱看你们同坐在天上啊？好，头前第1节到第5节，吼，第1节到第5节，保罗讲的方法，吼，比较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讲法，吼。啊，毋过吼，我就把它归纳起来。第2章1节到5节，伊是咧讲什么话？哦，翻错地方。伊讲恁平素对恁的过失、恁的罪过来死的，伊也捌互恁搁活吼。其实那个希腊原文没有那一句哈，没有那个伊也捌互恁搁活，好，他让你们活起来这一句没有哈。其实这一句是写伫第5节，好，伊甲扭起来较好明白。所以本来保罗的意思是咧讲安尼，伊讲吼，从前你们是死的啦，恁伫上帝眼光看起来是死的，因为恁是死伫对。你们在世上，你讲人伫世上是属伫罪恶的，所以上帝看起来那是安那？是死的哈。在上帝来看，恁进前是死的，吼。这是保罗写的哈。保罗讲，恁甲以弗所人吼，就以弗所教会的人讲，恁进前吼是死的啦。啊，毋过吼，我唔共款啦。哦，甲即马背逆的人，也无要甲上帝有关系的人，共款一样是死的。啊，保罗因咧讲别人死嘛，大家讲家己啊吼。保罗讲啊，毋过吼，我嘛共款啦，我们也一样，我们以前也一样，是可怒之子吼。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我嘛是共款，甲即马这背逆的人共款，无甲上帝，无甲上帝有关系，吼。阮是会通受气的人，受气的人，吼，会受到上帝受气的人，可怒之子，吼。所以前面5节重点，吼，刚若是要写这尔，就是讲，以弗所人啊，恁进前无信上帝进前，恁是死的，是甲即马遮个人背逆的人共款是死的。嘛，甲阮因过无信耶稣进前共款，是迄要承受上帝惩罚的受气的一群人。吼，啊，若是即款人，各位兄弟，上帝要安怎来处理？他刚刚讲的啊，承受上帝的惩罚跟愤怒嘛，应该是安尼嘛。啊，毋过伊对第4节开始，伊讲。上帝安怎处理？毋是，伊讲上帝毋是要甲你惩罚，伊讲上帝要用伊丰富的灵敏、甲大仁爱来听恁，吼。啊，伊要搁就是这一句了，伊要搁互咱甲基督这位活过来，吼。他要让我们跟基督一起活过来。你有看到大爱无？各位兄弟，你们看到大爱啦？所以不要误会，那个大爱是慈济发明的，不是啦哈。咱本来都有大爱啊哈，大仁爱。其实不够，无咧讲疼，吼，
不高的用语跟概念，因不得讲听，他们讲的是什么？有没有印象？佛教讲的是什么？哎，哦，对，你讲对了哈。主逼哈，佛教讲的是慈悲哈。这个正言法师很厉害，他把我们的爱偷去了哈，然后再加一个大，说变成他们的标志哈。不过因真正有好的行嘴哈，他们真的是有好的行为。后来，上帝的处置不是惩罚，而是讲般若中伊有丰盛的灵敏，甲伊的大仁爱，吼，伊互咱这本来伫罪恶中已经死去的人，互伊安那，互咱挖过来吼。所以连续接下来有3个，跟这包括这个有3句话，吼，咱来做看一下。伊意思是讲，上帝互咱挖过来，吼，互咱甲基督挖过来。第2句，上帝互咱甲基督搁活复活，英文都翻成 raise us up，raise up 哈，复活。这种讲法是指死了以后怎么样，搁活起来哈。啊，头前迄种是我们在咱伫罪恶的内面，上帝当作咱是死人，啊，毋过实际上咱是活跳跳对无？安尼有活跳跳无？虽然即摆较老啊，咱以为是活跳跳，啊，毋过第1句的意思是讲，上帝互咱伫基督内面活过来，就是上帝当作我们是活人呐。啊，毋过第2句即句是咧讲，当咱死了后，伊要互咱安那，搁活，好，无共款的哦。第3句，不只是要互咱搁活，要搁互咱甲基督安那。这伙安那，坐伫天灵。好，咱汉字没有时态，对不？我们汉字没有时态哈，刚才当用一些上下文，去知影这件代志是发生伫什么发生伫什么时阵哈，没有时态。可是这里英文有时态，希腊文有时态。互恁也有看卖啊，这3句的时态是什么？第1句。上帝互咱甲基督活过来，这是什么事？过去式、现在式还是未来式？进行式。啊，这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现在哦。上帝说我们本来是死的，上帝让我们怎么样活过来？这是什么事？对啊，这过去啊，哦，是的，我要跟恁讲哦，希腊文的过去式跟英文的过去式有一拄拄啊无共款哦。希腊文的简单过去式，刚若是要跟你讲这件代志发生伫过去，然后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状态，有点像英文的过去进行式，好，就是讲这件代志发生伫因过发生的，可是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继续的一个状态了。好，就是讲，我本来是美国人，好，然后去年呢，我入籍变成什么台湾人啊，这就是简单过去式了。因为我现在还是什么台湾人，安尼知意思不？好，来，所以这个上帝让我们与基督啊那同活挖过来，这个是过去式，可以了解吧？好，那下一句嘞，第2句，上帝要互咱甲基督搁活，这什么意思？我刚刚讲过，迄个搁活是讲复活，就表示你死了后要安那搁活，所以应该是什么事？现在式哦，你基本就翘起啊，未来式嘛，对不？哈。啊，而且第3句，要互咱甲基督同坐伫天灵，什么事？哦，你现在你很喜欢现在哦，你现在有没有坐在天上啊？没有啊，这什么事？什么事？未来式哈，应该很清楚明了，它的时态应该是过去哦，未来，对不？很不幸去读希腊文，你哪去读希腊文，你会发现。这3句保罗都是用什么事？
不是现在式，他用过去式，意思说这三句拢已经安那，都已经发生了。我嘞，我什么时候有在天上坐过？最高也是做到7星山而已嘛，是不？哎，咱什么时阵甲基督伫做伙坐伫天里啊？咱什么时阵已经死，搁互上帝安那，搁活起来啊？还是其实保罗的希腊文就是不太好，他就是写错时态了，有没有？咱台湾人若要讲英语吼，拢常常时态黑白跳对不？哦，讲到这吼，我就要讲一件事情。咱台湾的语言教学都不对吼，我们从小学英文对不？我这个时代是为国中开始学英文啦，好啦吼。现在陈木林他们都从小学都开始去学了，对不？所以咱一般读英文读偌久，学偌久，一般人上无嘛15天，对不？会晓讲袂？哎，怎么会学一种语言学10几天不要讲？让他讲对不？不行，要对自己有信心。是老师教错了。一般人讲语言吼，我们说听说读写，对吧？是不是按这个次序？听说读写，那学英文是什么顺序？还会写哦，就读而已嘛，对不对？刚有听有没有说？语言的学习，无论什么款的学习，都是要从哪里开始？听，然后说，然后读，然后写。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在美国有没有文盲？有没有文盲啦？哦，文盲会不会听？文盲会不会说？这就对了。学语言本来就还为对开始听。说、读、写，吼啊，系啊！我好到时人要讲位遮去，好过去式，我本来在讲啥，还讲位遮去，吼。以后我刚有讲到语言，是不是？为什么会讲到英文？就是过去式而已，是不是？哦，希腊文哦，咱若去读希腊文哦，会发现，哎，保罗哦，是不是希腊文没学好？他3个都讲什么？过去式哎，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等一下最后解决。我们继续下去，进去这里就是2章第8节。我讲以弗所书2章上重要的一句，伊讲用台语念一个给恁听。2章8节就是讲，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信。这也不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的。好，这个不是因为你们哦。其实第9节再念一下好了，不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好，伊就是讲你们的得救是什么？来，我归纳起来，用一个比较较简单的写法，讲恁的得救，你们得救了，是啥物？那和合本是翻成。本乎恩，因着信，哈，在你们咱的汉字里面，那个因哈，这个因是个大问题呀。因是什么意思？因是什么意思？底加这个因就是借着的意思，哈 ，through 哈，英文的 through 借着，通过借着哈。可是咱常常会把迄个因吼当作是原因，是不是？因为原因嘛，好，原因是什么？那你就会变成原因，你得救的原因是信心哦。哎，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你得救是通过什么？信心，借着信心。好，所以和合本它这里的翻译是好的，一共本乎恩。所以他把那个得救的原因是放在什么？恩典。好，它的根源是恩典，是本乎恩，然后什么？
因着性。可是我们台语是这么翻的哦，台语是翻作是对性啊，不是对，蛮起来第8节，因为令对稳定哈，你们的得救是对稳定，啊嘛是对性，它2个都翻成对。台语对什么意思啊？对跟错的对，对什么意思？台语你讲对什么意思？对和买，今天要那个乐透要对和买是吧？不是迄个意思。好，这我定迷路的人我就知啊。哦，迷路台语安怎讲？干嘛呢？直接翻成迷路。哦，我定咧迷路的人哦，就要去迷路要问谁啊？即马有 Google 啊吼，演过爱问啥物较人较上知影报路，你知无？哈？根据我的经验，问槟榔西施上高报路。没有啦，又没有啦。柑仔店，你伫路边是要安怎找到柑仔店啦？柑仔店那社区内面啊。好，你甲问讲。迄个固定教会要安怎去啊？伊就甲你记讲，你对这条路安那，直去就对啊。那个对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沿着这个路，好，所以台语翻得很对。咱得救是沿着什么信心？沿着信心啊，这个跟英文的 through 是同款的意思哈。不过问题哈。希腊原文不是说本乎恩，然后借着信。希腊原文的翻译，希腊原文就是台语翻译的，伊嘛是讲对稳定、对信心，所以这是在神学解释上是有一点点弹性的哈。所以马丁路德就很在意这个，就算是信心。如果你的得救是因为你的信心，你这个信心也不是你的啦，是对得来的，上帝给你的信心啦。马丁路德在解释这里的时候，伊嘛是足紧张，惊人把这个得救的功效算为对去，算为家己去。你看，我做有信心的呢，迄拢无信心啦。伊信耶稣信无头，我信较头，所以我得救啊。这样解释，那个信心又变成谁的了？那个功劳又变成自己的。可是不是，在哪边看先跟以希腊文本来功法绝对不会跑去那里。因为比对一下力的怎样？他说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什么，不是出于家己，嘛不是出于什么会？你会行做，这样都很清楚。我这样排有没有看清楚啊？各位看这。后面看得到吗？就是讲你的得救是稳定，是通过信心，不过不是安那出自你家己，不是出自行为。有没有讲清楚？你们要回答我，我才要讲下去呢，因为下面更难。有没有讲清楚？有吼，那我就要挑战各位了，因为今晚已经差不多10年了哈。从西方出来一个叫做保罗新观，新旧的新保罗新的观念，伊的意思是讲，基督徒咱咧解释保罗的因信称义的对着信称罪义，好像解释错咯。意思是说，伊认为讲。对16世纪以来，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在解说家的时阵，有一个所在可能甲保罗在写的意思无同款。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本乎恩因着信的信是什么意思？咱一般传统解释下来，这个信是什么意思？本乎恩因着信的信是什么意思？信心。
信仰，信是什么信啊？写信的信。这个信是什么信？你说通过信可以称应，相信，所以是谁相信？通过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可以得救，对不对？这个真正是对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咱一直受的教育，我们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被上帝称罪义。保罗新观讲不是，这样的翻译是有一点差错。伊讲这个信不是指人的信心，这个信是咧指上帝的信息 ，faith， 上帝的信实。若是咧讲上帝的信实，甲咱的信心有共款无？所以的意思是讲，人会当得救，是出自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信息啊！哇哦，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怎么样？不一样。咱传统的想法是讲，咱的得救是出自上帝的恩典，甲咱对耶稣基督的什么会信心相信，所以才得救的。哎呦喂！所以我们就变成保罗旧观。这样有个保罗新观的意思是讲，咱的得救，人的得救是因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信息，我甲你说无关系去啊呢。好来，表决电脑会毋是拢民主爱表决。你认为这个信是上帝的信息的，是一；认为这个信是人的相信，是二。好，我干嘛分成一跟二啊？就举手就好了。你认为这个信是上帝的信息的，举手。好，放下来。你认为这个信是人的相信，举手。好，放落来。无爱举手的什么意思啊？讲较是。其实保罗新观的讲法有它的根据的，因为你哈巴古书的时阵的讲过一句话，他那个是旧约的讲法，就是说，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的讲法，第一个上下文的意思和介清楚是咧讲义人，就是讲上帝眼中看的义人，会因为上帝的信息得到救啦。这个是他原本的在旧约的看法，可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的罗马书里面的因信称义，从16世纪以来都被解释成我们刚刚的二人的信心现在这两个就相差别打起来了。比如说在台湾的教会，那是较讲华语、较保守的教会，就说这个是异端。异端，这个保罗新观是异端，就骂得要死其实咱电脑会一寡圣经的学者会比较接受说，有可能这个看法是对的，你们觉得嘞？你们猜我怎么觉得？什么？依照现在，我有那么保守吗？有时候会，我的感觉是安尼啦。有当时咱讲一句话有当时咱讲一句话，敢真正意思就是一个尔。有没有可能，其实我有放一个空间在那里？有没有可能我本来就没被讲我死？有啦，我相信可以用在这里，因为咱认为讲，咱的人的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信息，安尼是很对称，是很好的讲法。
人的得救是上帝的稳定加上帝的信息，它是可靠的了，哦，它是说话算话，安尼叫做上帝的信息，对吧？哦，啊，这是一个同归也稳定，其实这个是合理的。啊，不过人这方面，我们人这一方面，需不需要委身？需不需要投入这个信仰？需不需要？需要啊！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嘛，信不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讲，咱本来对这个16世纪的看法，跟今麦保罗新观是相辅相成的。好，啊，不过重点最重要的还是主动是谁？谁是主动？一定要抓到上帝是主动。哦，所以我个人会认为保罗新观的讲法这里是比较对的哈。但是你看得很清楚，他的对比上面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自己；另外一边就会变成是上帝的信实，不是人的什么行为。这样子的对比会比较工整。好，可是并不是说人相信耶稣基督，然后被称义，这样的讲法是错的，不会，我不会认为这样是错的哈。只是做这里跟大家来做一个研究，跟了解哈。最后一段，我把它翻译成“咱是上帝的手工艺品啊”，可能个艺可能把它划掉比较好。手工的啦，哈，那是上帝啊啦所做的哈。他原文就强调 handy 哈。上帝所做的，亲身做的，做是要创啥？而且是伫对做出来，伫基督内面啊呐做出来。上帝做咱的基督徒做出来，做了后是要叫咱创啥？上帝要我基督徒做出基督徒。各位兄弟注意听哦，介重要。他是要基督徒干什么？就是说，哇，咱今麦讲法，基督徒。你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要做什么？啊，我就听到有人说什么传福音，对不对？哈，这真的是误会，真正是误会。然后开始，然后说哦，这个陈牧师就是叫基督徒不要传福音，这个是可恶邪恶的牧师啊，他根本不是牧师哈，我都被这样骂啊。这写啥？伊讲基督徒是上帝哈。亲身手工所做出来，伫基督内面做出来，做出来创啥 ？Good work。上帝制造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要我们干嘛？行善的，而且呢，一个给一句，这个是从不是套炸，从勾炸很久之前，上帝的安尼计划啊啦。他不是造基督徒出来传福音啊，他是造基督徒出来干嘛？有好的行做 ，good works。你说哎呦，这个陈世豪牧师每次都讲跟人家不一样，很讨厌呢。没办法，我就照圣经讲啊，这就是写这样子啊。就是讲上帝要借着手工做成，咱这基督徒尤其是伫基督内面做出来，甲咱做出来创啥？放伫这个世界传福音吗？讲唔是，放伫这个世界要有水的行做行善。可是你继续听下去，当基督徒互上帝做出来，伫基督内面互上帝做出来，伫这个世上有水有好的行做，接下来会产生什么事情？有好的行为，有善行，旁边的人会怎么样？会给我们丢石头，对不对？会怎么样？会亲近我们，会欢喜甘愿，甲咱亲近，会甲咱做伙。这个时阵是不是在传福音啊？可是你不是有一个传福音的念头在做这个事情的，
你知影意思无？咱的好的行做，会吸引人甲咱做伙。啊，毋过不要反过来哦，不要为了想要人加入我们才去做什么善事。这个叫做交换，这毋对。讲下这，基督徒因为有好的行做，吸引人来到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这个是圣经的讲法。可是有当时啊，教会会倒过来想，为了让古亭教会的人数冲到多少？冲1000，那我们来建堂，为了要古亭教会的人数冲到500，现在开始，咱古亭教会有开始做好事，安尼，哇，说变成我们的行善是有什么？